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在罗马书第12章第9节到21节。罗马书第12章第9节到21节，新标点和合本在175页，现在中文译本在248页，和合本圣经在223页。罗马书第12章第9节到第21节，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兄弟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地款待，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自欺高大，要普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倒以善胜恶。以上，这是请陈牧师来讲道，题目是“福气临门，新人际”。我们同心来祷告。慈悲我们的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带领我们江南教会在今年2011年的事工能够如期来进行。主，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开始圣洁生活的操练，并且用禁食祷告来做预备。主，我们也再次在主日的早晨聚集在主的圣殿，愿主你的话语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成我们的帮助，也让听见人能够得着益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我们第5次的福音主日，在我们今年总共安排了6次福音主日，都在偶数月。第一次是在2月份的新资源，讲到简朴的生活，知足的心来运用资源。第二次在4月新生机，就是要养成健康的习惯来对付疾病。6月份我们提到新态度，建立积极的态度来对付退缩的心。在8月份我们学习新形象，提升自我形象来对付自我形象低落的问题。而在今天我们要提到的是新人际，就是要加强人际关系能力，对付人际关系支持系统的不足。在我这学期当中，因为小孩升了2年级，所以在调小里面跟着志工队一个课程，就是情绪管理的课程。而在课程当中呢，就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这课程说，成功等于 IQ 加上 EQ。成功等于 IQ， 就是我们的智商加上我们的 EQ 情绪商数，而这2个要相加起来才能够达到成功。但是呢，在 IQ 的部分，大概有80%是我们先天所已经决定，20%后天能够努力的部分20%。但是 EQ 呢，刚好相反，我们的情绪商数是20%是来自于先天，但是80%是要靠我们后天的努力。所以唯有 IQ、EQ 能够同时操练平衡，能够帮助我们成功。而同样的，有好的 EQ 才能够有好的关系，拥有好的关系才能够拥有成功美好的人生。关系是所有事物运作的核心关键。不论是在宇宙当中星辰的运转，或是国家政党政治，职场当中上司下属的关系，家庭当中夫妻子女的关系，甚至小到我们身体的细胞组织，一切核心的关键问题都是关系。所以在我们的周报里面有夹了一张这张卡片，里面有个房子，
房子上面有贴了一对门帘，前后面都有。这个门帘上面就这样写了，说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好，我们一起来说一次看看。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这句话意思是说，当我们拥有好的关系，我们做任何事情就不会受到影响。但是我们关系若不好，做任何事情这麻烦就大了。所以它的横批4个字写什么？全靠关系。在我们一切问题处理好人生成功各样的事情上面，我们应当要看重关系。因为关系在圣经当中也是非常的重要。我们与人的关系、与神的关系，这是基督徒一生所要追求非常重要的原则。所以在这张卡片当中，里面全靠关系，它里面有12个问句，哇，噼里啪啦，我们可能没有一一念给大家。但是呢，当我们回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12个问题好好想一想？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些关系上面的支持系统不足的问题？我们能够做出什么样的回应和回答？同时在这张卡片上面给我们3点很要紧、很实际的建议。第一个就是要说这3句话。第一个要说你真好，我们一起说一次。你真好。第2，谢谢你。谢谢你。第3，对不起。对不起。你真好，谢谢你，对不起。好，换作我们教会的术语，就是要赞美，就是要感恩，就是要饶恕。这三句话也是我们在教会当中、敬拜当中非常重要的核心的元素。当我们能够在主日的敬拜当中，常常赞美神、感谢神、寻求神的饶恕，在生活当中我们转化成你真好，谢谢你，对不起。我相信我们能够寻求建立出一个与神与人都能够和谐美好的关系。今天我们有从2个角度来想，怎么样来建立正确的人际关系，如何建立正向人际关系。今天我们所读的经节，罗马书12章第9节到第21节。当我们读罗马书的时候，前面11章是一个非常完整，是一个非常扎实，保罗在神学上面的论述，提到了罪，提到了救恩，提到了信心，提到了恩典，提到了拯救，是一个非常完整，带领人来进入神他救恩计划当中一个非常有条理层次的一个神学的论述。但是罗马书一进入到第12章之后，转化的就是基督徒在生活当中所应当表现出来、所应当有的生活的样式和原则。所以在我们看到9到21节，正是保罗对教会信徒在生活上一连串的提醒，而这些提醒都跟人际关系大有关系。所以这一段经文我们所读的9节到21节，可以说是基督徒人际关系上面操练的宝典。所以我们把它整理成下面5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要以爱建立人际关系。好，请我们一起说一次：以爱建立人际关系。在第9节当中提到，以不虚假的爱来爱人，爱人不可虚假。在我们学习爱的当中，我们今年迦南文化第一个所学习的就是要真诚，也是强调我们要真诚，不戴面具，不要假冒为善，不要伪善虚伪，反而要学习用爱心说诚实话，用真诚来赢得人的尊重与相信。第10节里面提到要以热情彼此相爱，彼此相亲来爱众人。恶要厌恶，善要亲近，要相亲相爱。这是保罗在教会当中对基督徒们一个很高的期许，要接近那美善的，而且要过相亲相爱的生活。在教会当中，我们有一个观念很宝贵，就是我们都是一家人。现在就可以跟你隔壁的弟兄姐妹说，我在耶稣里，我们都是一家人。上帝在圣经里面说，我们都是上帝家里的人。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不分年纪，我们都会以弟兄姐妹来互称，
因为我们要学习建立一个热情、相亲相爱的生活，要去学习那美善，追求那美善。所以在人际关系上面，第一个能够采取的行动，就是用爱来建立跟每一个人的关系。当然不是只有在教会才是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把它扩及到我们跟我们的社区、跟我们的办公室、跟我们所周遭接触的人，也能够有爱的关系。第二，就是要以行动建立人际关系。请我们一起说一次：以行动建立人际关系。第13节提到说，帮助有缺乏的，同时也提到热忱来接待人。当我们遇到弟兄姐妹当中、肢体当中有缺乏的，要供给他。所以在教会里面，常常有的就是探访，就是问候，就是关怀。在小组、在聚会、在很多时候，在教会里很容易可以感受到这样子的一种行动，可能是电话的访问，可能是讯息，可能是登门拜访等等。我们总是一直在用行动来建立关系。看一看弟兄姐妹当中有没有缺乏平安、缺乏喜乐、缺乏关怀，或是缺乏照顾。个人的缺乏都是我们所要学习可以付上行动的机会，同时要用热忱来接待每一位人。耶稣说，坐在微小的弟兄身上，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他的身上。所以基督徒热忱接待人是不分年纪、不分贵贱，不论年纪大小，不论身份贵贱，我们都应当热忱学习来接待。当我们能够用行动来建立人际关系，帮助有缺乏的，热忱来接待人，就能够让我们的人际关系得到祝福。第三，要以同理心建立人际关系。请我们一起说一次：以同理心建立人际关系。15节里面这样子说：与喜乐的人同乐，要与哀哭的人同哭。什么是与喜乐的人同乐呢？就是当一个人得着喜乐的时候，我们不是在泼他的冷水，浇他灭他的志气，或是扯他的后腿，而是我们真的要感同身受，为他向主献上感谢，能够从那个感恩当中领受那一份的喜乐。与哀哭人同哀哭，遇到肢体当中遇到困顿、缺乏的时候、匮乏的时候，我们也是以同理的心态，与他一同来承担这样子的苦难，分担这样的重担。所以我们分享让加倍快乐，分担让苦难减半，让我们的能够在一个同理心的基础上面，和弟兄姐妹有一个人际关系上面的改善，这是我们很重要的学习。第四，以谦和建立人际关系。请我们也一起说一次：以谦和建立人际关系。第10节里面这样子说，第10节的后半段说，要恭敬人，要彼此推让。对人的态度就是要恭敬，要谦让。今天是我们1年1度的敬老节，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年长者，超过70岁以上，在我们的家庭当中、生活周遭当中，也有这些的长辈与我们一起。而我们在敬老节当中，我们学习就是来尊荣这一些的年长者，来尊敬他们，来在他们面前服侍他们。但是在谦让当中，我们不只是尊敬长者，对每一个人，我们也都要学习尊敬的态度。从我们的父母亲开始，从我们对每一个周遭的弟兄姐妹开始，甚至对孩子、对幼童、对年轻人，我们也要学习一个谦让、恭敬的态度。而这样的态度，是因为看见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宝贵的，每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所以我们不会因为年纪小、经验不足而小看他。而在第16节也提到，要彼此同心，不要心高气傲，倒要抚救卑微的人，不要志气高大。让我们看见就是耶稣最好的榜样。当耶稣接触每一个人当中，他能够常常抚救卑微的人。当有一群的人带着奉献来到圣殿的时候，上帝却能够去注意到一个穷寡妇捐2个小钱的奉献。
耶稣常常把他的焦点、把他的视线会停留在这些孤儿、寡妇、穷人、缺乏、软弱人的身上，因为耶稣总是带着一个怜悯的心肠。所以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耶稣喜悦我们这样子来做，用谦和建立人际的关系，而不是轻视、轻看他们。同时16节后面还继续说到，不要自以为聪明。自以为聪明，就是认为自己的意见最好，别人都要听我的，但是却不愿意听别人说话。在圣经当中，谦和的榜样就是一个倾听，从一个倾听开始而建立同理心。第5，以自我提升建立人际关系。也请我们说一次，以自我提升建立人际关系。我们的人际关系是可以提升，而要提升的前提就是从我们自己本身先开始。所以有11节到12节当中有这几件事情是我们要去努力的。11节这样说：殷勤不可懒惰。殷勤不可懒惰，前后文看下来，就是说在人际关系的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应当要积极，而不是消极。我要等别人跟我和好，我要等别人来找我，我才要跟他讲话。我们应当要积极。马太福音耶稣告诉我们，当我们要献礼物，到圣殿要献礼物的时候，若跟弟兄当中有怀怨的，我们要先去跟他和好，再来献礼物。所以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面，应当要积极，不可懒惰，不可拖延。11节后面又说，心里火热，要常常服侍，要邻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我们能够积极的动力在哪里呢？动力来自于对神的热情，对神的热忱。所以因为我们爱神、敬拜神、服侍神，所以我们必须保持跟人一直有好的关系。而这个不是因为要去换得选票，因为选举要到了才开始来建立关系，并不是这样，而是为了要荣神益人。在12节里面还提到，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基督徒的生活就是喜乐和忍耐，就是喜乐和忍耐。在我们今天是10月份，那在我们教会从今年的2月份就开始有陆续在推这个每日研经释义。那刚开始的时候是从牧者的一个读经会，那到今天已经是第4季的开始。那刚好在这一季呢，第一卷书就是腓立比书。他们在读腓立比书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感动，就是看到腓立比教会真的就是一个喜乐的教会。腓立比教会就是一个在患难中忍耐的教会。腓立比教会就是在人际关系上面是一个非常羡慕、让人称羡的教会。所以在腓立比书一打开，哇，前面你就可以看到保罗对腓立比教会他怎么样的思念他们，他们怎样不住的在神的面前，在基督里盼望的思念他们，为他们迫切的祷告，让他们在见识、知识上面不断的长进，希望他们能够继续来荣神益人。这真是一个很完美基督徒生活的写照。虽然腓立比教会是一间欧洲的教会，是一个外邦人的教会，但是他却一样活出了一个人际关系，活出了一个新人际的教会。同时最后12节也提到祷告要恒切，在我们的人际关系上面不能缺乏的就是祷告。我们是否花时间为人与人的关系、与神的关系上面花时间来代祷呢？这是第一点，我们要学习建立正向的人际关系。而第二就是要消除负向的人际关系。我们能够做的就是这2方面。而怎么消除呢？也有3点。第一，只要祝福，请我们一起说一次：只要祝福。
消除负面的人际关系，很简单的方法，只要祝福他，祝福跟你接触的每一个人。在14节里面这样子说，要祝福迫害你们的，要祝福不可咒诅。保罗给我们在人际关系上面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特别当你跟人的关系，某个人的关系不好的时候，你要更多的祝福他。平常这些关系很好的，你祝福他，这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但是当遇到人际冲突上面、人际关系上面不好的时候、不良的时候，更是我们要花时间、用心为他们祝福。但是我们常常看到，我们知道要祝福，但是却没有用心祝福，只是知道我要祝福他，不要埋怨。但是我们是否真的用心花时间为这些人祝福呢？而且后面还说，只要祝福，不要诅咒，不要咒诅，不要咒骂他。这是消除我们人际负面关系一个很好的开始。用正面的话语宣告，用正面的信念来宣告，用正面的行动来宣告，来祝福。第二就是要以善胜恶，请我们说一次，以善胜恶。17节这样子说，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情，要留心去做。在人际关系不好的时候，我们都会想起人的软弱，就是会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找机会报复。但是在耶稣的福音书，或是在保罗的罗马书信当中，清清楚楚告诉我们，不要以恶报恶，反倒是要以善胜恶。怎么以善胜恶呢？在20节这样子提到，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做，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当你的仇敌有需要，不要笑他，不要批评他，而是马上有行动，给他吃，给他喝。这样做的目的，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现代中文译本比较白话意思，就是让他面红耳赤，让他觉得羞愧、惭愧。我们要以善来胜过那件恶事，而不是在这个恶事上面再去糟蹋他，再去迫害、报复他。唯有他们能够实际的去做在这些与我们人际关系不好的人身上，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以善胜恶，消除负向的人际关系。第三，就是要等候上帝。请我们也一起说一次，等候上帝。第19节这样说：各位亲爱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给主的愤怒留地步。不要为自己伸冤，而是要等候上帝。很多时候，当我们遭遇人际关系冲突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找第三者，找其他不相干的人，开始去投开始去诉苦开始去讲东讲西。但是在圣经当中，要我们学习，第一个，不要为自己辩屈伸冤，而是宁可让步，等候神，让主的愤怒留地步。虽然我们很生气，但是主比我们公义，主知道是非对错，他会选择用最好的方法。但是身为一个基督徒，往往在这一个事情上面是我们最大的挑战，就是要相信并且要等候神。很多的基督徒到这个等候上帝的这个动作的时候，总是很难去跨过。他相信，但是却没有办法等候。但是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上帝他知道怎么样对我们最好，上帝他知道什么时候对我们最合适，上帝他永远知道怎么样来解决冲突，对我们是最好的保护。所以我们选择等候，让上帝他来彰显他的公义，彰显他的信实。等候上帝，以善胜恶，只要祝福，这3件事情
是我们能够消除负向的人际关系，而以爱、行动、同理心、谦和和自我提升，可以来增加我们正向的人际关系。当我们往这2个方面去思想，我想我们的人际关系就会如保罗在腓立比教会所建立起来的一样，是一个充满了情感相同、意念相同、爱心也相同的一间有爱有见证的教会。结论来看，就是我们在基督里的新关系。在基督里的新关系是什么呢？有2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要尽力与人和睦。尽力与人和睦，18节这样告诉我们：若是可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耶稣在世上有没有与众人和睦？我想耶稣在福音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耶稣也有这些指责的对象，甚至耶稣他所厌恶的对象。但是若是可行，耶稣也是尽力与众人和睦。但是耶稣是厌恶那些人的罪，而不是厌恶那些的人。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还是做下一个完美的和睦的句号。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还是尽力的与众人和睦。我想我们基督徒也是要学习耶稣的精神。如果我们过去在今天此时此刻，我们与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没有办法解决的纷争，我们应该要尽力的去和睦，而且要积极的、殷勤的，而不是让这样子的不好的关系一直搁在那边。因为关系是要进入到永恒，关系会进入到永远。当我们从这世上离开的时候，我们的肉体虽然不在，但是关系仍旧停留在那一个点上。另外，我们要做的就是和解的使者。在人际关系上面，除了人的努力，还有一个绝对关键的因素，就是神的介入。我们一起说人的努力，再说神的介入。和解的使者是我们要努力，但是也要邀请神的介入，能够使人和好，来成就和睦的工作。刚刚我们在礼拜当中所读的起应文是以弗所书第2章，里面所提的就是告诉我们，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使两下合而为一。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圣殿耶稣断了气，圣殿的幔子就由上到下，那个幔子是隔绝圣所到至圣所中间的那个幔子，由上到下裂为2半。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耶稣的死，使人得到一条路，可以从中间经过穿过，那条路就是直接到上帝那里去的路，不再被隔开，不再被隔绝。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从上到下把幔子切开了，让每一个因着信耶稣的人可以进入。所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神那里去。不但如此，耶稣的死也担当我们的罪，替代我们接受罪的审判，并且拆毁中间隔断的墙，使人可以与神和好，也拆毁人跟人中间那个隔断的墙。我们可以回想，我们跟神有没有隔断的墙？我们跟人有没有隔断的墙？或许我们已经尽了人最大的努力，但是我们还要邀请耶稣进入，邀请神的介入，让我们可以真正与神得着和睦。耶稣基督是和平的君王，是要使人与神和好，与人和好。如果各位弟兄姐妹，你真的愿意建立真实的人际关系，在人际关系上面能够得到改善，有一个新人际的人生，你需要接受耶稣基督，让耶稣可以除去你的罪，让耶稣可以除去你眼中的梁木，让耶稣
可以拆毁你跟神中间隔断的墙，让耶稣可以拆毁你跟人中间隔断的墙。在这个时候，我要邀请在我们当中，你需要耶稣帮助你的人，这时候我们将我们的眼睛闭起来，我要邀请你跟着我这样子一句一句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让我的生命看见新的盼望。我知道关系很重要，我需要更努力，但我也需要神你的介入。我要打开我的心，邀请耶稣基督进入我的生命，成为我生命的主，成为我人际关系的主，让我能够与神和好，能够与人和好，拆毁中间隔断的墙，除去我眼中的梁木，洁净我身上的罪，让我活在美好的关系当中，享受那永恒的祝福。我这样子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当我们真心做了这样祷告，我相信神必听见，神也要回应，在我们的人际关系上面，与神的关系上面带来改变。有3个让我们思考，在今天的信息当中，你有没有什么行动要做的？请你可以把它写下来，或是你已经知道要做的行动，你有没有定下时间？我这个礼拜就要去跟他和好，我在10月份就要去跟他和好，我在今年结束之前，我要改善我跟这一个人，或是这一些事情，或是跟神之间的关系。第3，当我有这样的行动计划的时候，我要求神帮助我的是什么？求神给我的能力是什么？我们把它写下来。我相信这些都是实际，可以看见神怎么样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再次同心来祷告。慈悲的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在福音的主日当中，听到神你福音的好消息，就是我们有盼望，我们能够与神和好，我们能够与众人和睦和好。主，恳求你的话语激励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得到改变，让我们的心智能够改换一新。主，也求你祝福我们的教会，能够如同腓立比教会那美好的见证，弟兄姐妹和睦共处，共同兴旺福音，从开始的第一日一直到永远。主，愿你的话语深深绕在我们心中，让我们有了你的话语，并且乐意去遵行。神，你要结出果子的是30倍、60倍、100倍的果子。这时候，我们要用主祷文成为我们共同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